哇！也当过有写，唔迄物讲诶，我角度哈，歌道使用。我想，几多人可能拍唔低哦吼，先推杜思年，嘿，也都系无良。无良的。无良，为什么这个是？你觉得爱上到爱带给人们看重要的东西，也给我个有代表性呢？挑牌做生意呢吼，不卡就有总部的嘛吼，总部的就安尼农工人吼，啊花莲两农工人差不多种大家拢做，啊细细甲下，甲国母甲下大家都会腾书嘛，啊腾书生意冇可能伫不卡聊啊，你也冇出去聊啊，一天有一度的兄弟姊妹。该三届，还有罗太罗妹，啊，当个还有两扎叔伯阿哥，吼，还有阿姐，吼，所以我哋了陪生意呢，拄到了农忙期吼，就会台某行甲大家拢会腾书，甲行个记得是国校4年生还5年生，吼，我哋读天虹国母啊，甲下。还冇当到了种机器，国母机的，那种书角啦，吼，啊抢东东一角，啊个啲嘛腾下角，我看下了书，吼了书半体个，了去书半体，嘿，哦，甲下就会，做舞的做介舞跳安尼国舞，吼，啊细细间啲冇人教，你翻过安尼国舞，所以就角度咧，所以了技术就角度咧，按讲叫做慢慢叫做袂杂，角度紧啦，所以介舞咧咩对我来讲吼。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工具。你的噩梦，其实对，这只手变形，就是因为都会去都阴阳虫，阳虫啊，甲迄引流啊，几下就安样啊，甲满地有昆医生，后来去敲准来嘛，吼，啊，去就昆医生哦，摸就安样爆灯，吼，甲么个风着水就来去搞啊，后尾放盐就安样，嘛当球场好甲。估计速度撞都当撞啊样啊，系啊，所以我咧要对咱公司，记忆深刻，了才讲起。可是我甲他嘅印象都系有危险，又会输送，又会辛苦，吼，难怪会想要逃离，吼。对，大家都冇想嘅地方卡。吼，不过都系后来有因缘际会就都转来卢卡。